风暴和美国、加拿大比冷冻河较寒。美国水牛城是灾情上严重的地区，美国州至少18人因大势亡命。新冠变种的 XBB， 在美国病例增加，可能会加做新的主流病毒。传染病专家福奇表示，目前的疫苗效果有限。法国一个查甫人也穿大西衫的库德族人，嫌犯讲怨恨外国移民，库德族几多千人就街抗议，煞变作警民冲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美国从顶礼拜就开始落大雪，影响到济人的耶诞假期的行程。咱看到这张图，这寡白白的所在，拢是对北极扣落来冰风暴，差不多是甲规个美国拢砍条咧。这场冰风暴，和美国的纽约州的水牛城是灾情上界严重的地区。咱看到边仔这栋厝是湖边的，甲强风甲湖水渗就花，就随结冰，厝顶甲户顶拢是一支一支的冰条。下底这张图是美国四界拢发生的情形，是车祸雪砍掉的袂沉袂动，雪高度已经差不多到半个人悬。落雪加上水汽高，这款寒是眼入骨头。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有一个查甫人出门买物件就失踪，互人发现的时阵是已经寒死伫咧路边。美国甲加拿大加起来，这款悲剧至少是有50件，纽约州至少是有18人因为暴风雪无命。强烈的暴风带着大量的落雪，和纽约州第二大城水牛城陷入黑暗。纽约州州长霍克尔直接用战争这款的词来形容这场暴风雪带来的严重状况。We are in a war. This is a war with Mother Nature. And she has been hitting us with everything she has since the late hours of Thursday into Friday, Saturday, and now on Christmas morning. 根据英国天空新闻整理各地的统计，北美这场暴风雪到目前为止至少50人死亡。除了加拿大的4个人之外，美国境内死亡的46人，伫纽约都有18人。面对强风大雪，甲4月会当看到超过1公尺的积雪，就政府呼吁民众较忍耐，等暴风雪过去再出门。I cannot overstate how dangerous the conditions still are. We need people to stay off the roads. Yes, one more day. I know it's Christmas. I know how hard it is. 毋那市区民众无法度出门上街，要坐飞机来往各地的旅客，这几天会当讲是无法度登堂。根据美国部引用的统计指出，超过1700个美国国内甲国际航班因为机场天气真歹，也是跑道积雪，所被迫取消。Our whole airport is shut down, so we drove to Omaha, Nebraska, got on a flight there, then DC, delayed in DC, and now we're here. 纽约州政府已经向联邦申请发布紧急状态，已经得到白宫同意。另外，气象单位指出，这礼拜刷落来几天气温会淡薄回升，暴风雪状况有希望解除，算是不幸中的好消息。公司新闻七家真编译。美国延长 Trump 禁止移民申请入境的法令，有一个移民是伫咧边界等期籍，不过已经入境的移民嘛无一定有较好过。立场较无解移民的共和党德州州长是伫咧平安暝下令，甲3只在中南美洲非法移民的巴士驶去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因家门口，怎讲拢放伫咧遐。白宫就咪讲，这款天气遐尼寒，这款做法实在是真粗残。绕过冰冷河水来到美国墨西哥边界围墙前，虽然美国最高法院进前裁定继续延长第42条移民驱逐令，大镇拉丁美洲移民也是未死心，伫围墙前人排真长，等待有一天会当完成美国梦。真侪滞留伫边界移民，甲收容所客甲满，一寡人糯米批加火伫收容所外冷叽叽过暝，会当有一个厝顶闪风的人已经算幸运。Soy de Perú y bueno, me siento feliz de haber estado aquí, aunque sea con frío, pero feliz. 有一寡移民互人安置伫简单的布棚内，不过耶诞假期0度左右气温，互因大家寒甲挡袂调，赶紧伫布棚搭黏纸补强，搁起火烘烧。Porque quiero pasar Navidad más que sea en un lugar donde no pase frío, la verdad. Quisiera más que sea estar bajo un techo, ¿sabes?
así como todos aquí quisieran estar pasar dentro de un techo, porque el frío es fuerte. 这有老无厝的移民，搁互政治人物摕来做斗争工具。亚当面又搁有为德州来的三大巴士，甲101至103移民等伫美国副总统候任的官提外，其中搁有未少囡仔。有的人伫零下9度低温，加穿布衫。北京发言人谴责这是残忍、可耻、搁危险的行为。有关单位已经暂时将因安置伫较长这所在。共和党主政的德州甲亚利桑那州等所在，批评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伤过软正，地区边界逐工拢有真侪移民走入来，互因无法度负担。毋过，甲移民等伫这所在，也互人批评共款无法度解决问题。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中国放零疫情管制了后，疫情就失去控制。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是宣布讲，网站袂阁逐工公布新的确诊人数，因为中国越来越去，加上民众的抵抗力无够，恐惊是一直加出新的变种病毒。除了中国，美国的东部即阵是有一款 XBB 变种病毒愈来愈严重。这款 XBB 病毒是今年咱台湾年中在流行的 BA.2，搁再进一步的变种。目前美国是已经有1成病例是染到 XBB。咱台湾目前上届侪 BA.5，伫咧美国是已经愈来愈少啊，是 BA.5演变出来 BQ.1上届侪有6.3%，不过病例数嘛开始降低，是真有可能会去互 XBB 取代。美国的传染病专家福奇就表示，针对 BA.4、BA.5设计新配方疫苗，对 XBB 变种来讲是有效果，不过保护力无介好。所以讲，这疫苗变种的速度是紧甲咱自有方式根本就对袂着。这款 XBB， 咱台湾是10月30日出现头一个。虽然目前也是上届主要的病毒，不过咱的指挥中心的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罗一军今日就表示讲 ，BQ.1、XBB 甲 BF.7这3种较高团的变种病毒，是咱国内目前爱上界注意的，将有可能会加做后一波疫情主要的病毒。医护人员是无用试试。病院内底患者是叉。中国宣布放零防疫管制以来，全国爆发大规模的传染，国是8大第3病院，逐工都有超过600个急诊的患者，而且大部分拢是济岁人，有袂少的省动静加护病房，即嘛全部拢已经满啊。我国呢，近3个月来已经监测到 BF.7、BQ.1、SBB。这个传入我国，一共是发现近3个月有130多个奥密克戎的亚分支输入我国，优势传播还是以 BA.5.2 和 BF.7这个为主。病毒透了真凶，加上民众的免疫力无够，恐惊中国会变作是变种病毒大量生团的所在。不过官方的讲法是无介烦恼，嘛宣布为这礼拜开始，袂阁发布每一天确诊的人数。因为都市通勤上班的人是更较重视自我防疫。大家反正还是照顾好自己吧，就戴上，还是尽量戴上口罩。虽然已经阳过了，有做好跟疫情共存的准备，毕竟封闭也不是长久之计。同款烦恼变种病毒畏团，也阁有美东地区，到20时为止 ，XBB 病例已经占全美国18.3%。XBB 是 Omicron 亚型变种病毒 BA.2 分出来的。美国传染病学家胡奇进前讲，以粗粗的变种病毒、甲亚型变种病毒 BA.4、甲 BA.5为预防目标的经新版疫苗对加射，对 XBB 也是有一寡防护力。虽然对加射的防护效果有限，不过因为变种病毒住院治疗的人数目前也无直头增加。因为亚洲真侪国家的疫情也真严重，印度伫新年的假期加强入境检测隔离，尤其要求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甲泰国的旅客都要交阴性的报告。国内的防疫规定嘛，佫较严格，伫公共场所一律拢爱挂喙罨。公司新闻杨间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正提出加扣税来装国防费用。执政党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长秋生田光一是表示讲，若要安尼做进前，应该先改选众议院，因为众议员就代表人民的意见，算出来结果就当知影讲人民敢有赞成加扣税。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每年国防预算是比今年加4.4%，加编188亿的韩元，大约是4亿5千万的台票，要买 F-35战斗机。另外，嘛要全面加强陆海空的防卫能力，因应北韩威胁。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将发表伊就任的头一届耶诞文告，
感谢这些医护人员伫咧罢工期间提供服务，甲医疗系统斗争。稍类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耶诞节假期拄着严重的暴风雪，纽州的水库城灾情上过严重。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德州州长甲移民放伫咧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因家门口，引起各界批评。法国是发生种族仇恨的悲剧，一个69岁查甫人顶礼拜五是夜青杀死3个库德族人，嫌犯是承认家己怨恨外国移民。这代志发生的迄天，库德族才拄为2013年去向泰死的族人办纪念仪式，想袂到又搁发生悲剧。所以库德族有几多千人就加抗议，不过后来却变做警民的冲突。法国巴黎警方公布监视器画面，穿红色外套的查甫人，就是枪杀3名库德族人的嫌犯。伊犯案了后，行入一间铁头毛店，提枪击着内底人，后来民众冲出门，嫌犯是互其他人制服。这名69岁凶嫌是退休的铁路司机，顶礼拜五伫巴黎第10区的库德族文化中心甲附近库德族咖啡厅枪杀2男1女。落网了后，伊甲检方讲，2016年厝内轰动了后，就出现诱惑甲自杀现象，从此对外国移民有变态的仇恨情绪。事发迄天，库德族团体拄好举行2013年3名族人遇害的10周年纪念仪式。想袂到，佮传出族人放大事悲剧，大批库德族人伫离世摕3名受害者的相片行就街路，爱政府互因一个交代。Maybe next time it will be me or other people. We really lose someone important in our community. 这场原本举着和平诉求的示威，后来却发生有民众伫街路放火公车，影响未少的车辆甲店家。警方用催泪瓦斯反击，民众纷纷甲流目屎，也佫有人当场昏去，市区陷入混乱。巴黎检方调查了后，发现嫌犯是有无犯案。拜五迄天，嫌犯先到巴黎北区的移民社区走找目标，后来转到人较济的巴黎第10区。犯下这件互全国惊吓的枪击案，嫌犯去年也捌攻击移民，目前当咧等待审判。25精神的时，因为情绪无稳，捌移送精神病院。检方有计立将嫌犯移交法院，要以谋杀甲种族歧视等罪名侦办。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家家户户团圆的元旦节，今年煞是有节意外。咱头拄则讲到法国，即阵来看西班牙。西班牙的西北部是有一只巴士对40公尺高的桥顶摔落溪坎，造成6个人死亡。官方是认为讲这是天气歹所造成的。也若是南非的约翰尼斯堡是有油罐车爆炸，大火烧到边仔的病院甲人家厝，夺走15条人命。事故现场当时落大雨，救援人员请吊车，用锁吊挂的方式，要把这只落落下底的巴士，了掉伫内底的民众救出来。这个意外发生伫西班牙西北部的维戈市，24平暗暝暗时9点半左右，这只巴士载搭才去感觉探监的人，经过这条直直的桥的时阵，向落落40公尺深的山坎，迄当阵下底溪水是真错流，救援人员趴伫公车顶，要找找生还者，搜救的任务是真困难。后来，这只巴士63岁运将，甲一个查某乘客有顺利救出来，不过也是有6个人不幸过往。La Guardia Civil se mantendrá aquí permanentemente para continuar con la investigación y es probable que se proceda a la extracción del autobús. Vamos a intentarlo. 这只巴士的司机经过检测，并无食酒赛车，嘛无食毒。官方推测，真有可能是因为天气歹才会造成这个悲剧。另外，伫加拿大西部比西省的公路，嘛伫平安暝发生有巴士变气的事故，至少4个人死亡，53个人受伤送病院。因为当地8日礼拜落暴风雪，当局表示，车路结冰真有可能就是事故的原因。也若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东边的城市，8日透早，因为有一只油罐车卡伫桥骹爆炸，传出真大声音。原本真欢喜的圣诞节是规个变调去。It was more like a bomb. Then we saw there was flames. We saw fire under the bridge. Like what wa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Then we saw a tanker which was burning. 这个大火嘛，牵连附近的病院甲2间人家厝，造成真严重的灾情。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加悬到15个人，还佫有37个人受伤。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呼吁罗西亚伫咧耶诞节进行撤军，不过确定是失败啊，双方有缘咧相战。罗西亚总统普京就表示讲，已经准备好势要甲乌克兰谈判。
更未讲是乌克兰甲西方社会唔敢讲。乌克兰就表示，罗西亚继续咧拍因的巴赫姆特，杀害乌克兰的人民，这根本都无愿意谈判的态度。声句句讲愿意谈判，只是想要闪战争的责任。俄罗斯总统普廷顶日接受国家电视台专访表示，伊无认为当前的局势危险。俄罗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无别的选择。普廷也搁表态，俄罗斯愿意进行谈判。Другого выбора, кроме как защита наших граждан, у нас просто нет. Но мы готовы договариваться со всеми участниками эт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о приемлемых каких-то развязках. Но это их дело. Не мы же отказываемся от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а они. 这是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姆特，耶诞节即天，由原是遭到几啊摆的飞弹甲炮弹袭击，规个城市充满砖啊厝遐，也不时传来飞弹飞过甲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耶诞谈话，除了对民众发声团结，也提示今年的最后几天，恐惊会变得黑暗佮艰难。 Залишилось кілька днів цього року. Ми маємо бути свідомими, що наш ворог спробує зробити цей час для нас темним і складним. Росія програла цього року все, але намагається компенсувати свої програші. 空袭警报期间，伫地铁站唱歌度过耶诞。乌克兰的东正教徒过去多数拢是伫1月初7庆祝耶诞，不过今年真侪乌克兰主要的东正教教会选择甲莫斯科决裂，伫12月25过耶诞。过头一摆用乌克兰语主持耶诞弥撒。Тому що ми проводили збори громади, де було питання поставлено напряму, чи підтримує громада святкування 25-го, як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у можливість, додаткову. І більшість людей проголосували, підтримали цю ідею, тому... 当地官员指出，二期选择有明显的政治甲宗教色彩。俄罗斯过去以文化、宗教甲语言作为武器，未来这寡乌克兰东正教堂会未阁出现伫俄罗斯的教会地图上。公视新闻邓慧婷编译。 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禁止女性家己出门，限制清查，唔互因读大学。即阵阁要限制女性食头路的权利，而且阁是限制女性伫咧非政府组织服务，亲像是救囡仔、救难民做国际关怀这款做好代志的组织。因为一寡护理工课、顾囡仔的工课拢是女性咧做较济，所以这款禁令等于是互所有的援助拢做袂落去。 那妇女甲囡仔需要援助，非政府组织需要是女性出手斗相共，唔是男性。拯救儿童基金会最近因为冬天真寒，为囡仔得到肺炎，需要女性协助护理。不过塔利班颁布禁令，禁止女性为因工作。这个问题无法度解决，过过一礼拜囡仔恐惊会有性命危险。To have access to women and children, you need to have female health staff. In Afghan culture, it's frowned upon for a man who's not a relative of a woman to be kind of interacting with her closely. That means you need to have female nurses and ideally female doctors to deal with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伫阿富汗的跨国非政府组织拯救儿童国际关怀挪威难民救援会，甲国际救援发出联合声明，无咱的女性员工就无法度继续工作。塔利班是表示会颁布禁令，是因为这非政府组织女性员工无伫头巾。伊讲若无遵守新的规定，连这招拢会撤掉。This is devastating news and an egregious act by the authorities. We have complied with all cultural norms. Call on the Taliban authorities to reverse this decision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economy of Afghanistan is collapsing, and we need women as part of the workforce. 拯救儿童包含社区志工在内，差不多5000个工作人员，其中将近一半是女性。国际救援伫阿富汗各地请3000名妇女，挪威难民救援会1400名员工当中有将近500名女性。各强调拢按照守护传统清查行动，甲办公室区隔规定来做。مریضی دار آدم پیسه کار است دوا کار دار آدم
联合国阿富汗问题人道主义协调员阿拉克巴博夫表示，在努力改变这项禁令，伊是规个人道主义领域的一条红线。若无贴禁，可能停止对阿富汗的人道救援。不过，也对塔利班的新禁令并无针对联合国感觉无理解。阿富汗卫生部长向联合国表示，医疗健康方面运作应该继续呼吁延期上班，佮提供服务。其他行政部门也直接联络联合国，表示在海甲紧急进行的工作唔通停落来。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昨是耶诞节，咱带大家来世界各地食好料的耶诞料理。葡萄牙是有一款国王鸡卵糕，是用水果装汤，看起来都亲像是空宝酒的皇冠同款，是当年大大小小的饭店上界注重的鸡卵糕比赛。也若是美国的芝加哥是有酸刺瓜口味的金柑仔糖，这气味是真特殊，毋是大家人拢有法度接受。也若是法国今年因为禽流感鹅肝介绍是起甲真凶，而且保护动物的观念嘛愈来愈兴，所以有餐厅是推出素食的鹅肝，咱这回来评判。伫咧葡萄牙国内所有的糕饼店，圣诞节期间拢无用伫咧做过节的食品，国王鸡卵糕、面粉加巴达软软的料，搁掺利口酒加柑仔皮调味，顶头放各种糖蜜过水果，看起来敢若是有宝酒的皇冠同款，真水。每年拢会办全国性的糕饼业大赛，选出年度上好食的国王鸡卵糕。今年摕到冠军的是受到里斯本高区的阿马多拉市离婚的妇女诺伊米亚甲后生最近开的家庭式饭店。É o rei, né? É o rei é o bolo mais, se calhar mais vendido no Natal, porque é uma tradição, mesmo acho que quem não gosta muito do bolo rei tem sempre a tradição de ter o bolo rei na mesa de Natal. 因若美食王国法国年底圣诞节，大家一定会食的料理，第一名当然是鹅肝。这项传统料理的食材，饲鹅的过程真无人道。美国的加州、纽约州拢考虑对动物的角度立法禁止卖鹅肝。因若法国今年是因为禽流感，供应量减少，介绍起2成。巴黎一间素食的餐厅，42度的总铺西，伊的菜单内面就一道用腰果、日头花籽加椰子油所做的骨溜散水的素鹅肝。Il faut pouvoir diversifier, on va dire, les goûts et surtout qu'on arrive dans une ère du temps où les produits animaliers sont de moins en moins bien vus et je pense surtout sur la façon de faire du foie gras qui est pas la meilleure. 若讲到特别的过节的食品，美国芝加哥这间四小碗专卖店的薄荷酸黄瓜棒棒糖就真特别。Peppermint and pickle thing is a big thing in Chicago, I see. 真侪人可能拢认为薄荷糖加酸黄瓜南子会口味绝对是真奇怪，挑战性真悬。严过科尔讲，今年圣诞节伊要全力促销这项特别的芝加哥传统小食，互大家换一个口味试看卖咧。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过去2年，因为疫情的影响，互人号做耶诞老人故乡芬兰的耶诞老人村，尤其是减真济，村无2成。当地度假村就利用时间，甲耶诞老人村装头互搁较水，加起互游客大个茶厝甲餐厅。咱边仔即个影片就会当看到，讲气氛实在是有够好。即阵疫情稳定，世界各国开放旅游了后，今年耶诞假期都有侪个游客走去芬兰享受节日的气氛，一个游客是有6万多人。温暖的灯光，佮搭配5花10色的装饰，尤其满高山地帽啊，每一间厝拢甲伊洗一遍。边啊一个大型的出世道，互游客算甲真欢喜。芬兰的拉布兰区圣诞老人村摆脱疫情的阴影，今年有真侪游客。Tengo 2 niños pequeños y la ilusión era traerlos aquí. Era ver, que viniese a conocer a Santa Claus en persona. 受疫情的影响，芬兰的罗凡尼亚市观光人次自2019年海外游客为主的61000人，到2020年即个村11000人，其中大部分也可是芬兰当地居民。疫情期间，当地度假村虽然收入减少90%，也阁加起30间予游客大细间厝加新的餐厅，增加接待游客量。Eli ollaan investoitu covidin aikana noin 4 miljoonaa, 4,5 miljoonaa euroa majoitusyksiköihin. Ja sitten covidin jälkeen viime kesänä investoitiin toiset noin 4,5 miljoonaa. Eli 8-9 miljoonaa on
investoitu 2 viime vuoden aikana. 伫世界各国疫情稳定、解放旅游的规定了，芬兰的圣诞老人村游客也变多，估计到罗凡尼亚市的观光客会增加到63000多人。 Because of the direct flights, because of the good connections that we have mainly from the Europe. But what is also distinctive is the fact that we have now more guests from US, and meaning North America and South America. 后疫情时代，欧美大量的游客和度假村的订房率比今年其他季成长3倍。就连当地旅游客运公司所请的员工，将优势请到哈士奇，也自6位员工80只狗，增加到10位员工140只狗，比过去增加要加1倍。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